全修，第三哦。来，后备球员先出来哈。那个两队听好，四位打击员麻烦先出来。上次还有人洗3元，8、2、3、我们转 stop。你防护级。对啊。好，结算我才开稳定的进入季后赛。你是outdoor，无可能打。这个卡稳就是像安尼啊，你行路比尔嘞。哦。人家5支10分，就叫5分啦。有。好。我，对呀。我打啊！不来。哦，宝宝。OK。进了。哦。有。
风力吹啦。要可怜跟这样没吹黑彩啊。对啊，没错，你怎么退？就是因为有比赛所以才会。对呀。rồi bắt tốc ok kéo tiếp phải không bốp bốp rồi bắt tốc chuyển giao như放这看看你了。一局有一局上要12分啊！你多少？你到多少？他给我管，哎，什么给我们管？对啊，一共一局了，你给我到12分。一个能买得了。对啊。
哦，比分算好不了多。是啊，你想我比较好诶，不是？好，是啦，你这个。OK。OK。所以啊，动动动动动。OK。有一点尴尬。